各位觀眾晚上好，歡迎收睇 HKMS 新年特別節目2026年馬年流年飛星專題。我係吳一言。鑒於市民極為關心2026年馬年喺屋企大煞嘅位置及特別要注意嘅地方，所以本台特別安排專題，由現場嘅同事及專業嘅風水從業員進行深入嘅講解及介紹。我哋而家交翻俾現場嘅同事啊！歡迎收睇，我係駐現場記者吳一言。有關於近嚟廣大市民關注嘅健康議題，我哋亦都訪問咗有關於嘅風水從業員，比較建議我哋可以喺2026年嘅病位，分別係南方以及係西北方擺放翻一啲化煞嘅物品，例如係銅啊，或者係安忍水之類化煞嘅飾物，以幫助可以解咗一個病星，令到大家身體更為健康。現場報道，有鑑於近年罪案率有所提升，專業人士指出，可以喺屋企嘅西南方，特別喺門口或者窗口旁邊嘅位置安裝翻一個 CCTV， 以作為防盜之用。現場報道，2026年嘅三碧是非星以及你嘅是非星正會飛臨於你家中嘅西方，呢一方面會進一步影響你嘅人際關係以及工作效率。專業嘅風水從業員指出，可以考慮於該位置放上粉紅色嘅地毯，以作為化煞化是非之用嘅。多謝同事嘅報道。以上係本台特別嘅專題報道。最後，本台祝願各位市民喺2026年馬年一切安康順利，身體健康，家庭和睦。敬請繼續關注本台後續嘅節目。多謝收睇，再見。喜歡我們創新的運程分享方式，給我點讚分享喲。